大家好，我係 AM730嘅社長盧國倫 Alan Low。我諗大家最近都聽到個消息，就係恒生銀行大裁員。咁究竟點解一間歷史咁悠久嘅銀行都會出現裁員潮呢？而究竟香港經濟有咩問題令到恒生都會裁員呢？咁裁員潮又會唔會擴散到其他嘅行業、其他範疇呢？我都想知道恒生大裁員背後究竟有咩原因呢？咁第一最主要嘅就係見到不良貸款率方面，咁其實恒生嘅數字已經係上到6個百分比以上嘅水平。咁呢一個數字係遠遠高過行業嘅平均值，大概2個百分比咯。亦都係反映翻房地產方面嘅問題，的確係有困擾住部分嘅本地銀行。咁第二啦，我諗睇翻盈利能力方面啦。咁由於即係過去嘅一年見到本地嘅息口都係比較高啦，咁呢一個高嘅息口都係會令到即係客戶佢借貸嘅需求減少，從而亦都係令到即係本身銀行嘅成本都提高咗。咁最後咧，我諗係一個比較結構性嘅問題，就喺科技方面啦。咁其實都係見到越嚟越多銀行係需要以唔同嘅方式去減少成本。事實上，我哋知道咧，恒生銀行咧喺本地嘅銀行或者亞太地區嚟講咧，其實佢嘅業績咧一直係非常之理想嘅。我哋可以聯想翻，其實今次恒生嘅裁員，其實有幾多係因為恒生佢本身嘅業績唔理想，佢嘅成本係需要控制，定係調翻轉係更大嘅一個集團，係成個匯豐集團，包括恒生在內嘅匯豐集團，尤其係匯豐銀行本身佢哋係即係需要節約嘅開支，或者佢哋喺個結構上、策略上、佈局上有個調整咧，咁可能理論上啦，起碼咁恒生佢唔單止唔需要裁員其實佢可以有一個擴張係嘛，因為逆市逆勢只要你自己嘅資源運用、資金運用比你嘅同行、比你嘅競爭者更理想嘅話，其實逆市擴張或者逆市兼併唔係唔可能㗎嘛，係咪？咁可能恒生獨立一間睇咧，佢唔單止唔一定需要即係減省人手裁員，佢反而有逆市擴張嘅可能性嘅。其實無論乜嘢原因都好，都係從根本上影響緊香港嘅銀行業。咁今次恒生大裁員，其實反映咗乜嘢嘅經濟問題呢？銀行好多時候都被認為係百業之母啦，咁主要係因為喺經濟發生嘅事，咁基本上都係會反映翻喺銀行嘅表現身上。咁當然啦，我哋睇到依家嘅情況就係顯示翻香港嘅經濟前景的確未必係好似表面上 GDP 嘅一個3.1個百分比嘅增長咁樂觀啦。咁其實即係阿馬底都有更加多嘅一啲挑戰喺度嘅。咁尤其是我哋見到私人消費啦，同埋投資其實暫時嗰個恢復都係嚟得比較慢啦。過去嘅一年，大部分可能做得比較好嘅行業係一啲科技啦，或者係資產管理方面。咁但係其他嘅行業，例如係進出口啊、零售啊，甚至乎整體嘅中小企，其實面臨嘅壓力都係比較大嘅。其實對於房地產嘅問題嚟講啦，咁由於依家見到政府其實都有放寬唔同嘅政策，係希望即係令到市民更加容易去買樓啦。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冇見到樓價有一個企穩嘅跡象，咁尤其是商用嘅物業方面，如果都仲係需要調整嘅話，咁其實呢一啲嘅因素都可能會影響到即係銀行未來一啲抵押資產嘅計價等等咯。咁所以其實似乎即係依家嘅呢個現象啦，都係反映翻其實即係香港嘅經濟的確都係面臨緊一個叫做比較更加大嘅壓力。其實今次呢個裁員，無論從個規模啦、從個深度啦，定係涉及嘅人手咧，其實唔一定係非常具有即係指標意義嘅。咁直到眼前嚟講，香港嗰個失業率就未去到一個值得擔心嘅地步啦。其實我哋睇唔到香港嘅人力有明顯過剩咁樣嘅狀況嘅。咁所以恒生咁，無論佢係透過自願退休又好啦，透過所謂肥雞餐又好啦，咁我認為只要相關嘅人員係有咁樣嘅即係重投職場強烈嘅意願，以及係佢哋有即係並冇被呢個時代所淘汰嘅技能嘅話咧，我又覺得個市況咧其實係可以吸納消化翻
相關嘅一個人員嘅。我反而就調翻轉就比較擔心嘅就係第一就係香港嘅教育體制，香港教育體制係咪可以喺人工智能嘅年代係一個 5G 邁向 6G 嘅年代或者牽涉到其他嘅科技包括係譬如生物科技等等大幅度去進步嘅年代究竟係唔係能夠培育出即係足夠嘅人才？呢個足夠唔係淨係講個質嘅，亦都係講個量嘅。咁香港嘅經濟係咪真係咁了無生機呢？嚟緊下半年，我哋又應該留意啲乜嘢呢？下半年嚟講啦，我諗其實主要對於香港銀行業嘅一個影響因素就係究竟息口係咪真係能夠好容易咁回落去？因為其實依家睇翻即係美國嘅情況啦，咁當然其實即係關稅繼續都係一個令到市場困擾嘅因素啦，亦都令到其實即係唔係咁確定咁究竟美國下半年嘅通脹係咪真係能夠落到去？從而係令到即係美聯儲可以有一個減息嘅動作。咁當然如果係真係有減息嘅情況出現嘅，咁呢個對於即係香港嘅銀行業嚟講啦，應該係會對於資產價格甚至乎其他嘅業務方面咧，都係有一個支撐嘅。咁但係另一邊廂咧，其實都比較難真係完全地消除到一啲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啦。尤其是中美之間嘅談判，其實都未必真係咁確定地係即係90日之後係可以有一個即係比較全面嘅協議出嚟。咁所以其實喺呢個嘅大環境之下啦，咁無可避免，似乎即係本地嘅消費同投資都係會繼續受到壓力。咁所以其實我諗下半年咧都有機會會見到即係失業率啦方面啦，可能會有一個即係重新攀升嘅情況出現。中長期嚟講咧，就無論鮑威爾係咪繼續做美聯儲嘅主席啦咁但係美國嗰邊佢嗰個聯邦利率嘅下降咧，仍然係比較值得期待嘅即係無論如果係6月可能性唔大，咁係咪會喺第四季即係9月至12月之間起碼減息，係咪一次至2次咧咁而且減息嘅幅度究竟係好似以前咁樣係碎步咁樣行啊，定係會比較大啲50點子定係點咧咁所以簡單啲嚟講，應該香港銀行體系嘅嗰個息口咧，其實都會喺嚟緊嘅最少6至9個月入邊咧都係比較偏遠嘅機會係大一啲。其實聽完專家嘅講法，香港嘅經濟其實面對好多嘅問題嘅，中美嘅角力啦，地緣政治嘅惡化啦，息口嘅高企啦，其實唔單止銀行啊，其實我哋打工仔仲面對緊 AI 對人力嘅威脅，我哋好多工種可能都會俾 AI 取代咗。咁我哋睇翻，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問題嘅。我哋本地嘅經濟結構啦，我哋嘅成本好貴啦，我哋嘅零售業、我哋嘅餐飲業都面對住好多嘅挑戰。喺呢一刻，我諗我哋面對嘅寄望嘅就係希望今年之內可以減息，俾大家都可以鬆一口氣。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